住喺呢度簡直就係背靠喺大自然一樣。依家用香港一間蝸居零頭嘅價錢，就可以換到一片藍天青山綠水嘅1000尺豪宅，環境做得最出眾，居住感做得最舒適嘅樓盤。好多香港朋友北上揀樓，最睇重嘅從來都唔係平，而係住得舒唔舒服，環境夠唔夠好。如果你嘅退休生活都想要一間推開窗、有山有綠，可以呼吸到清新空氣嘅屋苑，今日就帶你深度了解一下中山三鄉嘅半山中心城。呢個盤主打就係2個字：環境。背靠五桂山萬畝綠廢，隔離就係中山溫泉同高爾夫球場，我哋行路10分鐘就可以到。住喺呢度可以同時享受到一線水景、自然山景同園林風光。比起香港嘅高樓大廈，住喺呢度簡直就係背靠喺大自然一樣。依家用香港一間蝸居零頭嘅價錢，就可以換到一片藍天青山綠水嘅1000尺豪宅。你話值唔值？交通配套方面都少有優勢，但係我哋3分鐘就可以到達坦洲快線。坦洲快線可以連接中山市區同埋珠海。咁經珠海咧行港珠澳大橋就可以返到香港啦。咁喺配套方面咧，我哋樓下就有2萬平方嘅風情商業街，目前商家咧已經全部入駐啦。咁附近咧仲有順昌百貨、1+1超市、繽紛購物廣場等3大商圈。醫療方面，距離屋苑500米就有3甲級人民醫院。咁再講返休閒配套，簡直係琳琅滿目啊！中山溫泉、高爾夫球場、公園、旅遊古村落、雍麥村等等嘅地方，都可以令你覺得你住喺呢度就係嚟度假同埋享受生活嘅。依家我哋望嘅景觀就係喺31棟127平嘅4房單位望出去嘅景觀，主露台同埋主人房同埋有一間客房望嘅都係一樣嘅景觀。依家主要在售就係31棟2梯4戶嘅分佈，咁最細咧有100平方有2戶，有一個係113係南北對流嘅3房2廳2衛，加呢一個127平嘅4房2廳2衛。三鄉半山中心城呢個樓盤唔係市面上最平嘅，但係一定係同價位入邊環境做得最出眾、居住感做得最舒適嘅樓盤。如果你厭倦咗香港嘅局促生活，想揾一個空氣好、環境優靜、配套齊全嘅地方用嚟養老同埋度假，呢個盤真係值得你花半日時間過嚟實地感受下，睇一下呢邊嘅環境。如果你對呢個樓盤有興趣，歡迎私信留言。